大家又幫何小姐嘅做嘅，又係情體，羅賓情體嚟嘅，其色澤係好光滑，好清新淡雅。呢種手眼咧起火出嚟咧，俾人嗰種感覺咧，就好似親似大自然嗰種感覺，好清涼嗰種感覺。而家事不宜遲，即刻起火。我光輝，好多謝一天你改變了我，無言來奉獻，柔情常令我個心有愧。嗱，而家呢條情底標綠已經起步啦，我哋一齊嚟欣賞下先。冇吊大家樣啦，攞出嚟睇下。哇，你睇下，似羅賓大，成條手眼咧，啲綠色係飄得好均勻嘅，走得好均勻，個底好情好情。夏天配戴呢條手眼真係好舒適，好清爽嘅。呢條手眼咧戴起身咧就顯後生。我哋依家就攞出嚟睇下自然光效果嘅點。嗱，我哋依家攞出嚟睇下自然光效果嘅點。祈求原諒我，如情隨夢去你不要計。結構手感，標準尺寸8.1嘅厚度，59.8嘅邊厚，黃金圈滿圈飄落嘅情體，帶有中水嘅。上下喺自然光下就可以睇到更清新淡雅嘅，起晒熒光眼。佢話嘅羅賓一啲都冇誤錯。你哋大家有冇睇啱中意呢款情體飄落嘅？有中意嘅話咧，同老虎子打把聲，我要一隻，到時過兩個，我同大家安排。